其实真的是每个球员的身体压力太大，然后我觉得这场他们放开打，然后说真的，今天还是有些球员在球场上比较胆怯，然后造成失误的比较差很多啊，就是26-13。那在这方面可能应该是我们输球的最大原因。那整场下来，我很谢谢球员们，然后每一场的付出，然后这场这么团结打到最后。其实我们在每一分每一秒都有机会追过去，但是到最后就是 Q 不想给耀宗，可以没有开玩笑，他罚球不进之类的没有啦，就是说我们都是尽力了，然后谢谢球员，谢谢经理给我们这些机会，然后在球场上表现，也谢谢球迷，谢谢大家。Congratulations to the Dreamers. They came out and played their hearts out. And also, the Pilots. I take my hats off to us because, minus our two import players, we still came out and really, took it down to the wire, by winning these 2 games and starting game 5. I knew it was going to be a different game by me starting. So that really helped by us not getting down by 20 points like we usually do against them. But it was just a very exciting game, just very happy to be a part of it. Happy for the P League. I think this really brings up ratings and really looks for a bright future with basketball in Taiwan. 本来基本上是要做给 Jordan， 那在那个当下当然就知道他们会去守 Jordan。那我在意是在耀宗那个卡位的时候，就是会吸引到防守，跟因为跑到另外一边抠呢。那阿阳那个也是个机会，因为他过，但是出手一样嘛，就是进跟不进而已。那至少是有跑出来的。对，大家看到是本土一直在进步啊。那当然进步的过程中，大家有起起落落，不管耀宗、根玉、阿瑶、碰碰也好，达友也好，我觉得我球队是在本土上提升很多。但是这场比赛其实还是有一些心理层面的压力，不管耀宗、达友可能还不够成熟，然后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失误或是上篮。那其实这个东西，这些其实都可以训练出来的。那我只是觉得，至少这整季下来，起起伏伏，不管在球团上比赛，没有办法回到主场，或者是杨将不在，那我是觉得这个球队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一个家，大家是在为这个家付出，不管谁进到浦原或领航员的心都是一样的，只想要奉献自己的能力，然后去打每一场球赛，一路走来陪我走完这么多场比赛，然后最后这场比赛，说真的我也很可惜啊，因为基本上是有机会的，只是在调度上或者有一些瑕疵，那是我自己要去检讨。输球是我的责任，然后赢球是他们的，因为每个都有进步，我觉得这是我带这一季我比较开心的地方。